收看村民大会，我是陈明珍。我俩所采比所去到南投县水里乡从玉凤村跳到云兴村的玉兴产业道路，也像南投县第58號的沿途哦。再看到我背後的產業道路的冰山老沙已經冇辦法交通嘅。冇錯，從民國85年後北風災過後呢，兩條玉興產業道路是一直冇辦法恢復交通。縣政府認為到冰山老沙非常嚴重，維護不容易哦，故所冇恢復了玉興產業道路的交通。不過最近呢，南投縣政府打算恢復了玉興產業道路，甚至會當作係沙石專用車。不過路下坡嘅運行，除咗村民，佢哋是非常非常嘅少，佢哋認為到乃至就咁樣去，非常非常嘅冇適合嚟當做沙石專用道路，佢哋甚至認為講嚟到乃至並冇適合個恢復交通，因為佢哋有可能變做係小農村天意哦。到底佢哋嚟到月初，縣政府來到狀況，然後佢哋做說明時代呢，佢哋強烈反對，佢哋反對係咪有理由係正當性呢？像底下來到恁個雲興村300年的太長樹北公的面頭前呢，請台下鄉親並台黨來賓共同討論，也請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共同來關心。開會了！節目鏡頭來到南投縣水里鄉雲興村嘅發通中心面頭前咯，先攞你嘅現場嘅雲興村嘅村民，大家好，大家好。禮拜個呢雲興村起了條產業運輸道路呢，佢係屬於你南投縣蓄水海鹽產業運輸道路第2期嘅批建工廠哦。其實佢規劃案呢，到97年是已經完成嘅。不過一直到2月初、3月初呢，縣政府讓替擺來到你嘅發通中心，總督嘅發通中心，村民嚟開說明會。村民因為政府方面所提出嘅青島嘅資訊係冇啦透明、冇啦公開，也對伊啊其中嘅青島專業嘅疏失呢，因為係非常嘅有問題嘅嚇，故所佢就強烈反對起了條路啦嚇。到底村民反對係咪有正當性？政府講起了條路係咪有必要性呢？馬上開會嚟說分明。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係嚟台灣大學地質那個陳文山陳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再來歡迎收嘅係你南投縣立法委員蔡黃郎蔡立偉，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好。好，稍後歡迎收嘅第3位來賓係南投縣政府公務處嘅科長許正陽許科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像節目一開始呢，先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下一條路，我起一條路到底嘅問題有哪度呢？用文路上做邊邊，文水河就對總嘅大廈流過去，也就變係水里鄉嘅雲興村。一條100年嘅太長樹，點點嘅批練總嘅行過300年嘅歷史。唔過南投縣政府查計劃，我哋也就變開產業運輸道路，我對也就變幫龍大山溝，馬大路呢總嘅地度平遷嘅想法。它規劃的路線，這是玉興產業之前也是其中之一。有一條就是沿着濁水溪走高架橋，也是在永興村，就是也是開隧道。這個地主你看，這樣還有這個石頭，你看這一撥就會脫落，就會碎掉。所以這是我們所擔心的。其實村民嘅手裏唔係冇道理嘅，永興村對9年大地同對一下體質還冇天貼，還在走山當中。安尼危機喺文路山700公尺嘅平林沙區，看得很清楚。地上嘅木堆布啊，全部爛曬，像個那個發鬼用嘛，爛到安尼，咁布起來，要走山，咁安尼斜斜安尼。落水啊，落太水啊，都要驚嘅啊！張布河碰到到落雨又別，就安尼布嘅又漲嘅又布過13年。去到了考驗阿婆不卡看過去，萬奈弄係別別，冇半山上係好好嘅。未來山龍還要對今年不卡帶下個。這是咱的地擔保嘅啦。較低就是咱的個走山，無多安尼哪走我都袂曉啊。除咗考慮到安全以外，當天農民嘛不少，未來1日2000台次以上嘅沙石車，喺總嘅風出入入。除咗清朝年以外，嘛更加影響到農業嘅環境。會影響了咱個農業咱個成長啊，咱個一般下加油啦，因為佢個沙石車係當日常行嘛。
虽然县政府一直喺保证工厂品质的安全性，嘛要顾到工厂建设还个迄个环境的平衡，对呀村民非常的感谢。不过对开山农还系有挺多的义务还个势力。刚才新闻样片，他甲提讲了条产业运输套路吼，到底迄个送煤的啦，也讲送用啥茶来行的吼，所以看到了迄南投县政府的规划报告书了，其中有讲到吼。两条路的计划缘起就是要降低河川疏浚对环境的影响，还有提高河川疏浚的执行效率。在这边哈，那我想先请教许科长，这条产业运输道路就是乡民所说的砂石专用道吗？我们这个路的部分啊，为什么叫做产业运输大道？主要是因为是说我们这个除了砂石，当然目前砂石的运输是大宗啊，我们目前上游的这个年疏浚量大概是到800到1000万立方的砂石需要来外运。那当然除这个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各项的这个农产品的运输，也可以经由这个道路来快速的运出去，到外地来做一个贩卖的动作。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所以它主要是给砂石车走就对了。目前是主要是大砂石车为大宗。听我讲了下，路迄其实迄天然气的辟建工程头期都要到的已经起好的所以天然气的总点都要到已经起好的。然后看到天然气的养分村偷到你兴隆村因为其中经过你的运行村那部分有2条路线啦，一条迄看到红色的下背，伊原菜计划迄项高架的迄叫做桥的高架桥的墩的迄达到河坝河床伫要拄啦再看到天一条黄色的呢。是迄沿的，你讲迄南投28号沿途裕兴产业道路有一行，但是无论行高架，也讲行沿菜裕兴产业道路，也都因运行村了，到位牛温鹿山了，到位大山龙沟溪沟都兴隆村来看啦那再看天一张图，那张图看到行较清楚的无论迄行河坝带的红色的线高架的部分，也个行黄色的你个玉兴产业道路的部分呢，伊都会经过了山，一天打了山龙所以挖这个隧道是势在必行。这个规划图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教授，这个您手上也有这个县政府规划报告，您觉得这个资料方面有没有一些讹误之处？其实我们分为2个部分来谈这个事情一个是说政府需要不需要花这么多钱来做一条这种砂石专用道，或是说将来乡民用的这个道路这是一个公共议题，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那我要谈的是这条路线的规划从现在目前的 A 和 B 2条路线的规划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安全问题就是地质问题这样讲它有一条道路是设计上原来是要顺着原来的产业道路进到我们这个村里面来，然后到我们这个村以后打个隧道进去另外一个规划是说，沿着河边河床里面那从河里面盖个高架，然后最后也要经过这个隧道所以这个不管怎样，这个路线里面有2个地质上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原来的产业道路。这是道路这边安全不安全，安定不安定。另外一个是隧道的问题那我先讲道路来讲，我可以跟各位讲那个道路是没办法开的。你开完以后山会继续崩，而且会加剧崩所以它是一个，你即便开好以后它山会一直在崩。为什么？因为那个山主要这一段是泥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那个山壁山边山壁很陡。所以你把它脚挖掉以后山会越不稳定，所以它会越崩越厉害。所以那个路在那种地方开是永远弄不好的，你会越花越多钱。所以我刚才讲，要用那一段产业道路里面来讲，那一段崩塌地是根本不适合做道路的。那其他当然现在没有崩塌，但是问题是你要道路拓宽，你拓宽了以后，它就开始崩了。所以会加剧整个线里面整个沿线都会崩塌。所以那个路段里面来讲，以我们的地质考量来讲是不可能去开那条路段的。另外一个隧道问题，我想大家在那边住了好几代了那大家都不清楚那你们后面这边有一条断层地质上我们叫水里坑断层那我跟各位讲那个断层是全台湾最大的断层。
凶多还短暂了哈。但是它目前来讲不是活动断层，哦，它就是说可能近几万年以内它没有活动过，可能死掉了啦哈。好，那死掉就是不活动，那 OK， 但是它地质上来讲是不稳定的。那个断层是很大的断层，那个断层我们讲哈，我们台湾的山哈，我们分为2个大山哈，一个中央山脉，一个是我们讲这个比较低矮的丘陵地，我们叫西部鹿山带，那个分界哈，就是在这个断层，就是水底坑断层，所以这个一个台湾最大的断层在这边哈。好，那个这个隧道，我看它隧道设计上来讲，是经过那个断层旁边哈，大概我量它的距离大概100公尺左右，100公尺左右，没有挖到断层，但是在断层的这边100多公尺啊。但是问题是这么大的断层哈，它的破碎带会非常宽，所以它的隧道哈，将来一定会进到它的那个整个破碎带。所以它这里面也稍微讲说，疑似有破碎带，我可以跟你讲，一定有破碎带，不是疑似就是。那这个报告里面来讲哈，虽然这个规划公司来讲哈，它其实蛮用心的啦，蛮用心在规划这个事情哦。所以我看他规划，我也知道哈，他要避那个哈，所以有时候最后不得已选这条线啊。不过我现在就是说，看这个报告来讲，他在这个隧道这一部分来讲，没有很详细的调查和资料。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看他这里面报告写的东西也错了哈。什么地方错呢？他说这个隧道的路段里面会经过一个叫硬页岩，硬页岩是比较硬的石头了哈，其实不是，它是经过页岩。我现在简单讲，就是它这个隧道的目前调查资料不够，那所以它的设计各方面的东西其实都是蛮粗糙的哈。那我倒是觉得说，这个隧道来讲，它本身的地质问题是蛮大的。你要开一个隧道在这边，而且是500多公尺，其实有它的危险性和困难度。那问题我要再请教我们的委员，就是说，其实县政府会想要规划这样一条以育新产业道路为主这样的一个建议路线，其实也是因为要省钱啦哈，因为全部走高架要花4亿1千万哦。这样子如果把这个已经崩塌了17年的育新产业道路修复，然后再过个山洞，9000万呢，可以省3亿多，也是帮人民看紧荷包啊哈。那你怎么看这个路的开发呢？那事实上哈，县政府从民国97年的6月份开始到水里来有跟地方的民意代表沟通。97年的6月份一次，97年的8月份一次，99年的6月份又一次，3摆哦跟地方沟通哈。但是我们征讨在时代哈，通通不知道有要新建拍通文乐山要来做磅空的这条沙洲啊专用道啦。什么人是专家呢？除了我们看得到的教授之外哈，住在当地的民众就是专家啦。那个文乐山到底安不安全？应该97年的时候就要来跟当地的民众来沟通。那么经过沟通之后，民众会把他们住在这里40-50年的这个经验让政府了解到当地的所谓文乐山的地质或者是当地的情形。我们现在很质疑的是有4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里有没有做过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估，第二个就是地质的调查到底有没有确实，第三个921地震之后才13年，整个921有了后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地质到底是不是稳定？第四，台湾是一个多雨的地方，而且有当时一落都是1000公里以上的这个大雨。那我们现在大规模的开挖，是不是符合整个安全系数的规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4个部分。另外，文乐山在921地震之后经过桃枝台风然后几个大豪雨都发生崩塌、抹崩山，而且北坡那边还有咱乡亲的祖墓，因为土石流把伊的祖墓拢冲掉去，所以看起来过去的这13年，这个文乐山有真侪摆发生土石流甲崩山这个情形。那现在我们要大规模拍磅空过去，这个文乐山经得起这么大的一个工程的冲击吗？我认为生命财产跟家园是最重要。那即使是说要多花一点钱，但是能够求得政府、地方产业的3赢我认为是最完美的。好，谢谢。那我们现场开放给乡亲等一下乡亲的疑问，我会请许科长来做一些回应有没有我们现场乡亲
我们并不反对疏浚这项工程，以及兴建产业运输大道，但是我们希望这次的产业运输大道循着原来的便道去施作。自从921地震之后，坪林地区地层滑动、民房龟裂。如果在兴建过程中，隧道穿越永兴村的屏障，将加速永兴村地层滑动的速度，以及永兴村所有165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们反对兴建产业运输的隧道兴建工作。谢谢。牛温路山的山上山下都是居民的农作物，还有房舍，可以说牛温路山等同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它可以画上等号。对永兴村的人来说，牛温路山简直可以把它叫做圣山。那现在呢，县政府为了砂石产业道路，然后要在牛温路山开凿隧道。我们都知道这个山其实很脆弱，不可以这样糟蹋。那自然的屏障跟自然的景观，一旦受到破坏，就永远恢复不了。喊拜用几多钱，马救唔准来。这个我们应该有这个共识，所以本村村民绝对是反对在牛温路山开凿隧道。然后算高架桥做落啊，平地所行过平地路啊，就拢会引一寡迄落沙石场啊、南仔孔场啊，来遮咧设厂啊，对遮的污染会愈来愈大。阮住伫遮的乡民，安尼是要安怎要安怎生活？那像问题先刚刚那个验证，我想请教一下许科长，就说其实刚刚村民一直提到这个牛温路山我们看一下。牛温路山就是这个凸出来的这一块了这是牛温路山，所以不管是哪一条路线，红线或黄线也好，它都一定要走过牛温路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还有就是沿着原来的既有的河底便道走，有没有可能？这个我要来解释一下其实这个部分，不管是红线或黄线当初规划是说穿过这个隧道的部分是属于，就像刚刚教授说的，这地址的方面当然我们可能还有考量的部分还欠周详啦。但是说我们当初来做规划，只是一个规划方案，向地方来做一个报告那实际上我们的规划方案目前仍然有很多个选项，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这还不是最终的，这并不是一个最终的方案。那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因为第一期已经盖在这边啦。对。那你这样看起来，第二期是要从这边做下去是比较合理的啊。是，但是地方居民，那你刚才讲说这不是最终方案。对，但是我的方案当初报告的是一个规划线的一个路线。那当然我有可能像地方村民讲了，我就是绕村子的外围，我就不钻隧道，我不打隧道过这个牛温路山的部分，就绕从牛温路山外面。对，事实上这个堤防的这个便道，大家出去如果在村子外面也可以看得到。最早的堤防便道其实是在我们南岸这边，那是后来才又改到北岸这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它每次新建便道完，每年只要风雨只要大一点，那它的便道很容易就被冲毁。这是为什么说县府要来做这个产业运输大道最重要的原因。谢谢县府的这个回应还有没有我们乡亲对于这条这位先生？我的意见是，现在有了现成的那个河川便道就是从那个峡永丰村那边算北岸就对了。现在的集成的那个便道用你若是讲要用迄个高架桥嘛会使哩因为安尼你较袂影响阮这边的生活品质佮这空气你若来到这个迄落咧，这个阮遮讲两粒石头叫做石积情人石迄个是每年一定拢会有水流的啦。但是迄个是早仔尔几百公尺尔嘛
啊，你若是讲这样来做，你下摆你要疏落水溪嘛会使哩，疏单流量溪嘛会使哩。啊，你若是讲要对阮遮问过，是敢若疏单流量溪尔，落水溪就无在条去遐疏，哦，啊嘛是袂当解决代志。玉兴产业道路，经过咱的庄啊，这土石流地区啊，伊是一个冲积扇的区域嘛。啊，伊的安全性基础考量伫倒位啦？咱上重要的重点是这考虑这。科长都讲有真节的规划的一个方案，可见伫咱的公部门、专业的部门已经心中非常的清楚，真清楚，知影讲其实这个崩坑要施设要做的可能性。因嘛家己心中有足大的怀疑啊，连因家己都无法度说服家己啊，因阁是专家哦，都拢无法度说服家己啊。咱一般的百姓，咱拢是外行的，是要安怎有法度说服到家己，对无？所以讲我望咱恁毋若干那爱甲崩坑这个规划哦，甲大家详细咱继续要个堆落去以外，其他的替代的方案，也要让我们所有的乡亲来知道，要让所有的乡亲非常的清楚，因为。毋若干那崩坑的危害尔，其他挖到咱所有文乐也好，挖到咱地下也好，这两桩咱所谓时代400外人，一个人若做1000万的产能就好啊，拢总是45亿，绝对毋是讲做一板桥4亿外这种的有法度去取代的。其实许科长刚才讲说，其实有其他的方案在拟定当中，不过有个矛盾之处哦。所以我们第2期的这个路段现在还在规划当中，还没有定案嘛。可是文路桥已经在中间，这个文路桥已经完工了，102年12月已经完工了。这样又说这个路不是非要走这边不可，但是这个工程还没有开始，文路桥就已经完工了。难道真的会有其他替代方案出现吗？如果真的有其他替代方案出现，我们不走这个路线的时候，那已经花这么多钱盖下去的文路桥，是不是荒废在那边，浪费公帑呢？我们这个规划的部分啊，当然我们。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说，就是依照像刚刚委员有提到的这是多年以前的一个规划。那我们来基本上还是照以前的规划路线来走。但一个工程不是说今天也不是说我们县府现画下去，马上桥就可以做。那我们当然要经过详细的像地质的钻探，以及刚刚的环境的影响的一个评估，相关的定线以及我们工程技术的探讨的部分呢，这个部分都要逐一的来检视啊，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才发包来施作。那我刚有跟大家报告的是说，我们有好几个方案。事实上，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们当然是以最初规划的方案来跟乡亲报告。那我们后续当然有好几种，并不是说隧道一定是最终的选择，当然是说。在规划的时候，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做一个规划做一个考量。那委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其实乡民都提到说，现在这河底便道好势呢其实所以就采用旧了河底便道，而且这个河底便道这个也花了1亿多去修吧而且南投县政府也有这个砂石采取的这个景观维护的这个特别税嘛，就是所谓的砂石税，一年的收入也有1.5亿到2亿左右这么多。其实这个。每年砂石税的这些东西就可以来做便道的维护啦，难道真的一定要开这条路吗？您觉得怎么看？我一直强调说其实是可以3赢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就现有的这个河川砂石的便道，我们再强化然后让它这个强化它的结构就可以继续使用。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用合体共构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可以整治这个陈有兰溪让它这个堤防坚固一点，然后可以跟这个砂石产业运输道路合体来共构，这个也是一个好办法啦然后可以连接到浊水溪不要经过永新村，让他们在河床旁边去做一个砂石的便用道的新建。这个比较好了另外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文乐山是一个小山，它不是超过1000公尺的大山。事实上，类似这种小山都经不起大规模的炸钻，都经不起。你一炸钻之后
那个小山它就会岩石松动而且这个县政府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属于所谓的硬页岩，但是事实上这个硬页岩本质上它是非常脆的，未来你只要一经过震动，有炸药震动啦。或者是沙，或者是这个挖土机在里面开挖的话，整个小山都会发生岩石裂解的这种状况。这个未来雨水起来都变成土石流，马上就会流到部落里面来，这个是非常危险。好，那教授，我想再请教，就是说，我们刚才一直讲这个温鹿山，其实就是这一座小山了哈，它其实不高。那大家一直觉得说，这边的这个地质其实不承受不起这样砂石专用车这种重车。如果说我们就从这边这样河底这样走过来，或者用其他方式，你觉得这个区域用什么样的路线规划，对这边的区域的地质是觉得比较可行的？刚刚委员有谈到说，河体上面可以做一个共构，这是好意见。那这种来讲，对整个来讲环境的破坏上的影响来讲是比较小的，只是要花钱就是那问题说政府别开瓦这级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了但是基本上来讲，我刚才讲黄色线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就假设我们要花大钱，用共构也好，或是说做高架也好，那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走到我们永兴村这边来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需要去穿这个隧道了，你就直接绕到这边来，或是这边做一个小隧道老师，你刚刚说这边不是攻击坡吗？对，攻击坡，但你一样这一段都是攻击坡。我说，即便你要做的话，是攻击坡，它在工程上它还是可以克服的，只要花钱，它要花钱，就是要设计上要清楚。但是说，即便你用高架走到这一带，走到永兴村外面来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不需要拐进来了，它从外面就走了，就走了，因为就省下来了，就走了。只是说，对这个区域的环境来讲是比较不冲击的。好，那许科长，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做环评，或者是说这个地质的探勘？我知道你们这个规划报告里面写说，前后钻了17个洞了那这全长有5.5公里，钻了17个洞。那这个地质调查报告需要再重新做吗？这个部分至于有没有做环评的部分，因为跟现场还没报，我们还没有做环评。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定线，因为没有定线，当然没有办法做环评。这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这个环评的报告是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我们到底有没有做。所以我刚刚跟大家县府是绝对是来听大家的意见。如果说定线了以后，才会启动下一步就是环评的作业。好，谢谢各位。好，谢谢。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教授在这份规划报告里面看到说，已完成的工作是地质探查，您手上也有这份资料。就您的专业来判断，这样的地质探查，您觉得已经够完备了吗？我这样讲，就是说，在隧道工程的探查是不够的因为整个隧道这边它这个报告里面隧道这张图隧道里面来讲，它其实它规划520公尺长的隧道，不算短也不算长了但是算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隧道这张图它其实只有三个钻孔3个钻孔隧道只有3个钻孔，这3个钻孔，其实我觉得是不够的不够，因为还有这张图这张图出来，它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里面呢是什么石头。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剖面它应该告诉我们说，我这个隧道蓝色线是隧道要通过的地方它会通过砂岩，会通过泥岩，通过什么东西它有他说以硬页岩为主所以我刚才讲它不是硬页岩，它是页岩所以这个错了硬页岩的施工方式跟页岩的施工方式，我可以说它会不一样的。硬页岩是指的是那边的山，雪山山脉的山，那我们这边都是叫页岩，或是有砂岩、页岩这样所以它这个我说我这样讲，它抄错好了，不要说他抄错了，它其实是页岩。你既然这条路是不能开发的话，你用便道也好，或是高架也好，你到这边来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拐进来了，你就是从这边再过去，从这边过来，这样就好了，就不需经过这个村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了。从这边打个小隧道从头这边进到这边来，或怎么样真的去规划了，或是用原来的便道，其实是最省钱、最好的方法就是了。好，像堂体上班团节目，你台下向亲兵台当来宾嘅讨论以后，两个先协看一下广告以后持续的关心，两条产业运输道路都在起得也起唔得。
像你继续讨论那条都运行村那条产业运输透露天然气皮件工厂哦，伊都大家必要先迄一天来做，要假使做的时间，迄么一天经过了中度，还来帮了3龙嘞哈。像你先开放本现场乡亲的反映会啊，现场乡亲对于刚刚地质上很多的这个疑问嘛哈，请举手发言。好，这位先生。一旦这个沙石路啦开通了后，一天内底，根据阮的统计，伊一天内底有2、3千台的沙石车直接咧出入，就是讲，伊一个咱这个隧道口，包括隧道里面，它每天啊要面临3级地震的威胁的挑战，这样他承受得住吗？时间若久，只要有所在若崩山，就像讲委员讲的，也是这个教授讲的，下面一坍的话，上面会陆陆续续坍下来，那它的维修费用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一个无底洞啊。拄则教授对这个地质啊，伊做过真详细的报告这是一个泥岩，这是一个断层带，一个破碎带，种种的疑虑啊，我们乡亲啊都是没办法放心啦，无办法放心啦。我这手上啊，还佫一份资料咱看这是咱的这个沙石啊，第一期的运输道路小岭崩坑附近这个崩山的情形，你也看崩啊真厉害。小岭迄个山脉老实讲，迄个山脉比咱文华山坚强毋知几百倍但是伊开崩坑了，嘛是崩啊真厉害。何况咱这个文华山这么脆弱，那开崩坑落，迄效果不堪设想。我们坪林聚落阮历经了921大地震，跟阮桃子台风量阮整个一个地层都有在滑动的现象，包括阮隔壁的阿伯因家的迄个地基塌陷，墙壁有龟裂的部分，还有迄个地基倾斜，这拢是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阮非常担心讲，阮即摆崩坑拍通了后，这问题是毋是更加严重？阮的性命、阮的财产、阮的安全的问题，是毋是会搁较严重？台湾乡亲讲到平南庄啦看到了说是平南庄的种个产业透露伊咧逼碰年菜无办法咧伊当然紧逼紧发，紧逼紧发。然后看到逼到最发的地方呢，最宽的这个裂缝带已经到8公分这么多了然后林凤营林小姐家屋你看因为剃头以后呢，是变到恰恰的。还了阿婆给我看了穷人究竟他剃头以后呢，年菜无逼到很厉害但是2几年呢，因为你平南庄都应该文绿山当背它上的位，伊迄顺向坡，所以一直有走山的情况它持续的走山，所以看到它的裂缝呢是一直在扩大当中，13年来一直补。一直裂，一直裂，一直补所以你阿婆呢，伊也无奈何去是带到两个地方，所以平南庄的村民都非常的少。你哈去就带到安危乡的某个地方度，县政府在921的时候都没有安置他们，那你现在要来专炸温鹿山，迄边对佢哋审犯生命安全造成很卡大影响，佢无奈何去啦。你当然呢，台湾讲到有40人夫嘅庄民含带到你嘅平南庄呢个地方，所以看到你屋嘅全部样型咱们讲40人夫家夫妇的情况多多少少严重唔严重都会安样嘅情况。最近不然看到会博事件安样幸福嘅下晡3龙大沟去下来炸还是村民最近安布条水木都水落高了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乡亲都台上来宾都看到这是坪林社区的现况本来这个缝没有那么宽的，越来越宽那我想请教一下说，科长您可能还没有机会上去看过你看到这个画面之后，您觉得温鹿山隧道这边是顺向坡那开下去之后，这些南投县的县民何去何从？县府有配套方案吗？隧道的这个行进的部分，它并不是沿着顺向坡在走，是但是所以说它不会有顺向坡的问题，但是它可能会有教授说的就是地址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工程来探讨。那至于说这个现场这个房屋的部分这个其实如果说就工程人员的角度而言，这个已经算危楼了。对啊，可是危楼，可是县政府也没有要安置他们那你现在又还在他们的住家下面，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嘛？县府有配套方案吗？如果真的要盖这条，我们现在只是在规划的一个期程，
之中，所以是说我们也还没有去讨论到说我们工程的部分，如果我直接进行以专诈法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对于其他的住户的周边，但这个一开始当然也有记者来问我们，我们也是告诉他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开始做这个的部分的隧道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会开始展开周边的一个调查，因为事实上我们办工程的，我们比任何人都怕我们自己的工程出问题，没有人希望自己办的工程进行到一半发生大规模的一个走山，然后以至于工程的一个产生重大的一个损害，这从来没有人希望。甚至是说工程完工以后，这个养护费用如果相当的庞大的话，就经济效益而言反而不可行。所以事实上，我们也都还在整个评估的阶段。我讲了路呢，经过你文鹿山过去改变迄运行，改变两边迄运行村，山的改变迄新农村，山的另外一边是新农村。新农村真的就是顺向坡所以永新村在抗议，好，所以就针对永新村的抗议写了一份报告书。新农村是顺向坡，他们没有抗议，可是他们危险更大。可是在这份报告里面却没有看到。那您怎么样看，委员？就是说，这样的一份规划报告是不是真的够周延？需不需要公正第三方针对这条产业道路辟建再做更周延的规划？没有错这个生活的经验呢，就是最好的专家。你看到那个产业道路的裂解裂开那么大的缝，你看到我们这个住宅已经归类成那个样子，这个就是生活的经验，你生活的经验嘛。咱伫遮看到崩山，看到咱的网啊叫土石流冲去，看到咱的厝逼开，看到迄道路会安尼裂开去这都是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就是最好的专家啦。所以我对那一份的土质的调查报告我是高度的迟疑啦。但是就生活经验来说，县政府就应该把它列为很重要的参考。所以如果有选择的话，当然要选择最安全的工法，以不影响地方这个生活，以不影响民众的财产、生命安全为最重要的考量。顺向坡的问题，造成几啊小南村都无提起规种的都无提起。用些营养其实都在你永新村，其实村民也有这样的担忧。我们想请问一下乡亲，你们觉得说？有可能你们会变成小林村第二吗？你们有这样的疑虑吗？我是咱本村生长的老人，我已经80几岁啊。我上了解，因为社的堤防去互崩去，我嘛有看到。甲新山各个山头我看真济。所以呢，阮永宁村袂堪咧讲迄个开迄个磅坑对底下过，若安尼开落呢，阮永宁村就是变到高雄的小林村，伊的水足无情的，伊咧水要行无方向的。譬如讲像迄写迄堤防的放映员，你是安怎？伊无甲你讲要行对倒去，所以讲伊的底下遐若去水抽啊塌着，对磅坑冲出来，阮遮就是高雄的小林村同款谢谢各位。好，我跟我先生在1年多以前。就是因为这里的好山好水，然后提早退休来住在这里。那不料现在就遇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假如呢，这个砂石专用道真的从我们这个村落穿过去，那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人家居住了。那将来呢，我们随时，我跟我先生随时都可以卷铺盖走人呐。我另外去找其他地方来住。可是对于生活在这里、长在这里的这些永清村人你们能够去哪里呀？想起就可怜的啦。谢谢。针对你运行村的村民担心，佢就变做迄小南村天意呢，县政府都两份报告伫位度呢，也提出，无可能啦，了当然无可能会变做迄小南村天意。佢讲到迄小南村呢，佢要由灭村呢，迄因为佢迄顺向坡，佢迄本基型呢要断水。韩国讲癌症，迄崩基层，佢排水量较唔好，咱来看到迄当时落水落非常非常的大2-3年的水，因为落太水，结果会灭村。但是你要来运行村呢，佢迄斜角坡，佢迄散排梯，佢迄硬叶岩，你下落水呢，无因地方落几多水啊，所以还蛮低，所以结果迄样版型呢也还蛮低。不过呢，来看一张，
到龙神桥来台湾的雨量统计图。那龙神桥呢，距离那个运行村只有800公尺左右。龙神桥的雨量占单日最大雨量，从民国85年到100多年，好，平均是单日最大雨量是250毫米。那年雨量呢是2133毫米，它距离那个土石流发生的临界雨量1700毫米，好像都还在安全值里面。好，来看一下那个运行村来受哪村的比高哈。教授，这边是我们刚刚讲小林村是本基型嘛，哈，它会蓄水，啊，这边是顺向坡哦。现在这个大家都透过新闻画面，大家都看到了。那永新村这边呢，他说是斜交坡，那我们是丘陵地区，啊，这个是硬叶岩，比较不会有蓄水危机，而且这个雨量也没有这么大，不到1700嘛，才250毫米，所以不可能会发生灭村的事件。您在地质专业方面，就这个部分，是不是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说明 ？OK。其实我们看小林村跟永新村好像长得有点像哦，其实不太一样哈。有一个很大哈，我们那个永新村的，我讲的是它的我们上面的集水面积哈，这林线这边哈，其实我们很小，那我们背后的山比较小，比较小。那个小林村背后山很大就是了，所以那个一样的很大的降雨量下来哈，其实。进到我们永新村的话，那个量是会比较小了，所以那个灾害上来讲，它不会像小林村那么大，而且小林村后面的山很高，那我们这边的山后面基本上是比较缓的啊，所以地质上来讲，它还是不太一样。那永新这边还是比较安全一点。那另外一个是说，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地址哈，像我们村住的这个地方来讲，基本上来讲不是崩塌地了，好，但是小林村它村本身住的地方是崩塌地，就是以前可能100年前、几百年前的崩在那边的东西，然后它住在上面，所以表示说它那个地以前会崩，那未来也会崩，那只是什么时候崩你不知道。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村庄这边来讲，基本上来讲，离开崩塌地离开那个崩的地方是有段距离，那基本上我们就还好。我想再把现场发言的时间交还给我们的这个永新村的村民，还有哪位大哥大姐？好，这位小姐先哈，等一下再那位先生。天灾迄无法医疗的啦哈，88岁在以前。人家台湾老道讲新山村应该係當安全的哈，龍華國小應該嘛唔會倒哈，個東埔嘅日月雙橋附近原來嘅民隧道哈，應該嘛唔會變的，沙里線嘅準五廠哈，應該嘛長長久久的哈，結果呢，佢全部倒槍槍哈，獻付到3月6月說明會有提出哈，健保補充的資料講，第5頁有提到龍神橋的雨量站的資料哈，講沒有超大的雨量哈。人家等樣我提講，他唔會有，漢100株用業唔會有超大雨量。這3月17號照的照片，請你們看一下，現在的南河苑壩底，現在已經變成沙洲了，都已經完全都是沙洲。再上來，往上到裕豐村。它往上到裕豐村它那个整个河床都已经堆积了整个沙石如果说可以在这边裕豐村以下把它挖深，一直到这个南河苑把它挖深还或许呢可以再做一个调节性的水库好让那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个自然均匀的那个作用把那个上面的沙石呢往下带，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区域呢挖掘，也不用去找那一条路来危害两岸的百姓生活。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教授，刚刚我们这位大哥说，下游集南河眼那个水闸门已经像沙洲一样，他说是不是那边先疏嘛？那边先疏浚，不然你这下游不疏，上游疏，大水来的时候，下游的水流不下去，还是淹到上面来啊？您怎么看？我想再讲那个重点其实这一般有时候连专家都不会清楚的就是一个河床我们讲我们这边河床要多高，会堆多高？其实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这个河流哈，我们这个河流如果没有水坝哈，南水坝没这种东西，我们这河床会堆多高哈？它决定于哈，我们离开哈海岸线有多远，好，那个坡度是由它决定的啊。那现在我们做很多南沙坝，很多的水库哈。那我们这边永丰，你说啊，新农村也好，永丰村我们外面的河床有多高？我跟你讲，决定于那个集集南河堰的高度，决定在它哦。你那边没有沙石没有降低哈，河床没有降低哈，你这边永远就是那么高。你再清也没有用，所以上面清也没有用，上面也越堆越高，越多，所以最后你要一劳永逸，一定是清下面的。教授，那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你喽。好，土石流好发3道要素，有充足的水、足够的堆积物、有效的溪床坡度。哈，你刚刚讲到溪床坡度嘛，哈，这边其实已经蛮高的，下面有集集南河堰，那足够的堆积物，这边好几次也有这个破碎崩塌的状况发生。只要有充足之水，我们永兴村有没有可能发生土石流？我们这样哈，永兴村以现在来讲，我们整个来讲哈，山上的这树还长得蛮不错的啦，好。所以没有什么那个大山崩，除了那边那一块以外，所以基本上来讲，它水土保持山上的水土保持不错，所以它的那个下来的堆积物哈，不会太多，因为有树有草在那边，你没有会保护住。那坡度当然够，但是水不会够，因为你的集水面积小，所以量不会大。如果你集水面积大的话，上面的水多到下面去的话，土石就厉害。所以还好，我们温鹿山不是一座很高的山，不是很高的山。伊下来看到，恁个有形产业道路，也有可能喺变做你阿爸嘅规划路线之一了哈。这个玉兴产业道路看到，其他个 100年的土石流造成的哈。当时的文鹿桥，让奎斯复工班长呢就被土石流给冲掉了哈。所以你喺后来样作为工厂，你喺台湾看到，你有形产业道路。文鹿桥的土石流非常严重，你睇佢沿路的颜值大概就像这个样子，佢係奶岩，其實非常嘅硬，同看哦，凊彩白一下是最白嘅傀儡啦哈，所以民眾非常習慣像按用型嘅體質、奶質，咁整件呢個沙沙柴一台35噸按4個月嘅時間，那路唔會變停嘛，所以民眾採鐵生發經驗了，伊就講教授。这样的泥质，这样的颜值，有办法承受一台35吨的砂石车1天2000车次来来回回，有办法吗？这样的道路有办法承受这种道路长期震动就没办法了，它还是会崩，不过刚才那个影片哈，其实你当然不会注意到，我们专家一看就知道，那里面有很多老的崩塌地，就以前就崩了。哦，崩在那边，那当然将来还会再崩哦。不过那一段我之前我们也看过哈，其实它有很多的崩塌地，老崩塌地，那有些可能山崩地滑下来的东西在那边，在那一带，所以那一带是地质上是非常不稳定的。今天看到这么多，其实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影片了哈，还有很多乡亲也提出他们的想法。您对于这条产业道路、产业运输道路的开发有什么样新的想法吗？还是说你会把这些意见带回去给县政府？真的一定要开吗？非开不可吗？替代方案什么时候会出来，让村民知道？好，谢谢主持人哈。那首先我还是要针对这个影片的部分哈，我要来提一些说明哦。那这个刚刚所在拍的地点哈是在文鹿桥，那现场的那一些崩积的土石其实并不是从文鹿桥附近。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一个野溪应该叫做雷公坑野溪还是雷公溪啊？好，那它的崩塌地是在离我们文鹿桥大概有将近20-30公里远的远方的山啊，像现在镜头带到哈，都还看不到崩塌地，就知道那个有多远。它是在上游的崩塌的土石哈，顺着这个雨水一路这样冲下来。那表示整座山都是松的啊。是没错，它地质是不好，但是它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灾害，并不是它本身的缘故，是因为上游的这个土，它的崩塌地的关系，崩塌地，然后由水把土石带下来，然后把两边的这个沙的这个边坡的部分，那你路盖在这里维修成本就是很高啊。那我们只是说，我们目前这个玉兴产业道路这个部分是规划的方案之一。那当然，我们也有发现说，它的地质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在
进场做踏勘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做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这一开始就有跟大家报告了过的部分。那最后科长，治不好的山一定会崩塌，就算不是崩在这里，会堆积在这里，这条路真的要开吗？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有跟大家报告，我们还有几个方案都一直在研拟中啦。那当然是说，这个也要回到刚刚这个环评的部分了。这个环评的部分，到时候是说，如果我这样规划，到时候我环评会不会过？这也是我们自己要探讨的问题。因为一个工程施设好以后，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并不会因此就结束了。像我们现在产业运输大道1期的部分啊，那我们到现在都还依照这个环保局的要求，在做一个环境的一个监测，至少要监测3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仍然持续有在做相关的工作。好，谢谢。好，谢谢。那最后委员，从神木村跟小林村他们的经验啊，住伫山边，住伫这个大溪边本身就存在着很高的风险，你都不要去动它，它本身就有很高的风险。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另外啊，从教授刚刚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地址上的一个数据啊，跟实况我们认为整个文龙山附近的地质它是很松软的，它不是阴裂岩，它是页岩。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认为地质既然不适当，就不适合开发。第三，921地震后之后的评估应该要更严谨，就是讲这个山拢经过921去游过啊，伊有可能是比原来的山更较松软。这个一定要特别考虑。第四温室效应之后啊，一天要落1000公里的雨这拢有可能呢，不是无可能呢。所以未来的超大豪雨啊，对未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公共工程啊，我们都要用更严格、更超过标准的倍数来监督这个公共工程。所以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老实讲，山边啦、溪边啦尽量都不要开发，能让它自然那是最好，而且能用比较生态的工法来做我们产业或者是运输的需要，这样子比较符合现在我们台湾目前的这些山林的状况。所以我是最后的重点还是一个，地方既然反对，地方都是专家啦，他们既然认为有危险性，就请县政府要从善如流，要顺应民意。好，那请教地方的专家，最后还有意见吗？我们开放最后的名额。我在40岁以前，我以为政府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对的。那我觉得要劝政府做一件事情，做事情应该有前人种树，后人成荫这样子的愿景，而不要做一个前人造灾，后人遭殃。好，这是我对县政府对所有的政府发出的呼吁。好，谢谢。今日节目当中呢，一直讲到蔡天民总是专家，佢哋生活经验，在50年、在80年嘅经验，做最好嘅证据。所以做人用现在规划报告嘅时间，一天来到状况，听民众嘅意见，听蔡天嘅声音，让做做出最适合当地嘅发展。另外，呢条路虽然讲免采花4亿1000万，你下用嘅规划方式可能花9000万，再上下3亿人元，但是上下两条线，汉白维护甚至再会喊卡太时间，係咪付出比3亿喊卡多嘅金錢，甚至寶貴人命呢？還是要了解得南投縣政府好好來思考嘅一項議題，也值得你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共同來關心自家嘅家鄉。以上今日出面睇片，感謝嘅收看，送大家下次再會，謝謝。